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大会》，我是邱美静哦。今日村民大会第二行业历史的现场吼，我是新竹的竹产商啊，这样是最美开发的一个地方，咧太爱提起，佢包括北部、宝山还有峨眉三只乡镇为主啦吼，咧是北部的刺天宫。其实村民大会到10年前，也到刺天宫是咧苗片咧讨论，这样是北部的乡亲希望讲，我个总头用现有嗰種歷史開發嘅意義嘅種狀態，做啲本文件費，嗰樣是文件費咧係文化部啦，嚇，嗰樣是文件費咧具體就係傳統嘅耆老、傳統聚落，嗰樣是10年前村民大會行業北部嘅刺天宮，他出到苗片，像你北部鄉親嚟講，佢哋對傳統耆老嘅想法係乜嘅？10年以後，我哋要轉到咧做歷史現場，北部嘅刺天宮苗片討論乜嘅呢？嗰樣是讓嘟嘟長好嘅刺天宮啊，兩多年來佢流水嘅問題啊，非常非常嚴重。佢係數二老那種結構嘅嗰個流水係咪會產生嗰種嗰個安全問題，甚至係咧老了遊客、鄉客咧前途咧拜拜是啲安全嘅問題等等嚟討論。韓國呢個問題繼續反映出來，貴州呢泰山縣東北客家嘅老建築，甚至係地方到中央嘅一種文化行政單位，係有哪啲問題在共同咧協助在咧經驗呢？我想等下呢一邊咧討論。馬上為您紹介現場嘅來賓，第一個係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嘅古蹟聚落組的組長張佑創，張組長你好。現場的鄉親，還有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好，大家好。好，首先為您紹介係呢客委會產業經濟發展處嘅專門委員劉坤熙，劉專門委員你好。主持人好，呢北部嘅鄉親大家好。好。首先係呢新竹人文化局文化資產科嘅科長沈偉基。好，大家晚安，大家好。好，謝謝你。再來係古蹟達人，然後目前係你新店充公社區台灣古蹟課程的講師姚啟忠姚老師。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好。老師其實看過非常非常多的老建築，這個跟古蹟。那當然，整個台三線上面非常精彩，這個客家莊這個歷史建築跟古蹟，老師也看了非常非常多。先來看一下，嚟北部嘅刺天宮佢係有乜嘅背景嘅資料啦，哈。佢背部呢係小蘭山，小蘭山嘅名嘅來由係呢塊嚟北部太愛種嘅。江小蘭線上肯守江秀蘭先生嘅名，背後小蘭山，睇起係北部嘅路界，所以它整個北部一隻地方嘅中軸線上，歷史的中心、聚落中心是到呢個刺天宮啦，哈，佢係新竹人政府，哈，到民國74年8月19來公告係第3級嘅國家，佢係管理單位呢係新竹人政府嘅文化局，哈，佢起嘅時間重建係土港15年啦，哈，到今呢差唔多係183年安久嘅時間咧，差唔多800有200年嘅時間咯。佢主要係擺呢個觀音菩薩，你一個歷史嘅價值係乜嘅？佢係北部地區最主要太廟，你講太愛地區啦，哈，三個鐘頭，峨眉、寶山、北部嘅重要嘅信仰中心，哈，佢又係金剛福，一種係嘅重建，哈，咁樣是起嘅時間，然後北部嘅建築有一廟體係佢建嘅，咁樣是你係看到廟貌太體容嘅，又係記到。姜鳳英出錢來起嘅，當然後背啦，大家要調錢來起啦。咁我最早係姜鳳用呢個開始，佢也見證後來人啦客家人聯合來開發一個太愛地區啦，哈。那我想問題我們就回來請教一下我們姚老師，為什麼這麼有歷史意義的北部刺天宮，在您的看法裡面，它是台三線上最漂亮的傳統廟宇？大概是分3個層面來看，一個是歷史價值，一個是文化價值，一個是藝術價值。啊，就歷史價值來講的話，它幾乎現在保存的哈是同治10年到同治13年重修的那種手工的一些作品，啊，包括它的石柱上的落款，啊，寫的就是同治13年。對，它正殿前面有24孝那個石柱，上面就是同治13年。對，石頭東西不會騙人的，所以那個1874年的是信而可真的，啊，它比較起來，我們說是台三線最漂亮的，我們要再比較一下，台三線還有哪些
客家的传统庙宇啦，有大溪的莲座山观音寺，有关西的太和宫，有新埔的广和宫，有列为古迹的，还有我们慈天宫。那这些的庙龄都没有慈天宫那么久。我讲的是他们都改建过了，他们可能在大正，可能在昭和，只有我们还是维持的同治年间的。这是第一个，它的历史价值，它最古老。第二个呢，文化价值。我们看它的信仰文化来讲的话，它就涵盖了我们客家的主流的信仰，包括三山国王，包括义民爷，包括三官大帝，对，还有呢，还有道教的妈祖，佛教的观音，还有一个儒教的文昌帝君，它可以说是把我们台湾近代以来通俗信仰的神明都融为一炉在这边出现。第三点就是艺术价值来讲的话，我们现在看的东西都是主要都是手工打造的，包括它的龙柱，包括它的窗户，包括它的龙虎堵虽然今年有修那个彩绘彩绘我看了落款是15年前的，13年前的蔡龙进老师的作品。蔡龙进也是当代的一位大师所以综合而言，就历史、就文化、就艺术它被誉为台山县或者全台湾最漂亮一座传统庙宇我想是很适当的评价。到底民国94年是正好嘅慈天宫，係用乜嘢樣式？佢怎麼解為流水？流水情況更嚴重，出體流水係乜嘅問題嚟關心咧？先聽聽新聞記者講頭去了解一下。做设施咧，香香辣辣冻好溜，这些冻好的了咧搞，冻好的了，那个会起个上。台北部落街坊享福东县的慈天宫，唔单止係地方上的信仰中心，見證往拜北部的開墾史，還有幾名細漢時的記憶。那設施都已經按老咧，包開喺度這些動作溜滑梯嘅個設住基本看都變到安尼風化體咧啊。但是民國94年做小將了後，無記舊實發現3塊間上擺嘅便袋，唔但只開始有必粉或漏水，連上擺嘅經驗雕塑咪記記留落來咧。主要係全部用樹做嘅，壁又係耐壁，水漿是流水。大概102年，委員就已經發現它有一些損壞的情形。那到103年，有些有持續惡化的情形出現了。剛開始有跟慈天宮的管理人做過相關的一些溝通，希望他能夠把那個 LED 重量的部分做納汰了。廟方講，慈天宮用彩體嘅北部冷產出產的色彩，含有塑料的材料，咪係當體嘅，兩組嘅24好處，都全台灣的宮廟咪當時有看到。剪黏彩繪、木作、石雕韓國膠紙陶。韓國有泥塑，呢個東西老實講，也冇個隻師傅嚟做咧。我想希望，因為慈天宮帶條老了的文化古蹟來去保存下去。在計劃還沒有修復之前，看有沒有一些搶修的一個機制讓它穩定，不至於持續破壞到主體的部分，也會影響到嘅古蹟嘅完整性。新竹縣文化局講，會申請建築師去現場勘查，但是慈天宮算係私人管理機構，為廟方提出相關的管理計劃，過後將個天數艱難申請經費來講。好，睇下新聞樣片地位都會呼吸，總講到係咩呢個搶修嘅機制咧，先進行啦。其實那搶修機制咩提議擺嚟進行，睇下講到民國74年公告做估價，民國88年嘅時節嘉義市有92日大體統，嘉義市新竹縣政府希望得到92日重建嘅基金之前呢，係叫做緊急嘅搶修啦，所以89年讓佢發包。
到94年来完工验数，头保固期系2年哈，那古迹维修保护也有保固期2年了哈。你行啊想强搞你给叫做沈维奇哈，沈科长就讲，就可能了白目前看起来了情况，睇话让片看到当然讲团体来啦、别体来啦哈，因为立下来10多年嚟啦哈，就可能了白使用嗰種緊急搶修樣機制，先來穩停下來，莫個天空個惡下去。古蹟在96年、94年裝修完成以後，嗰下係內政部嘅經費下來裝修嘅吼，也發揮常態嘅精神。啊，裝修之後，下來後尾又發生，當然苗方呢朋友嘛又通報講苗地度又流水嘅問題，吼。你哋要來控有，我哋103年嘅時間又邀請你文資界的非常有名的一位建築老師哈，就是薛勤薛老師，哦，他有到現場來會看。好，然後咧106年，你嘛又來下來，去看慈田宮吼。嗰時上頭先我哋副局長講嘅，其實嗰下要建議你苗放到苗面前，免來掉啲兩隻蔬菜嘅 LED 燈吼，等於拆下來。好，因為這種 LED 的跑馬燈事實上重量非常的重。那我們是希望說，目前這個部分卸下來之後，看一看說它整個木結構是不是能夠恢復到慢慢的去讓它整個的，因為已經沒有那麼重的承載的拉力了，看看有沒有辦法慢慢的恢復。那當然局裡面對慢慢，但是局裡面這一邊也會建議說，事實上也古蹟修復跟日常維護管理機制是兩種不同的態樣，在文資法上面是兩個不同態樣。我想待會我們文資局張組長他可能比我們更熟悉這個業務。同我想強調係你總幹事啲片講，你苗紅流水嘅情況要幾多年咧？然後情況都要反映本文化局嘛，文化局經營辦會議，按照送訪嘅網絡睇啲情況，樣辦再講一下冇係。記者局啊，喺我哋來寫管理維護計劃，我哋寫。但修繕計劃，老實講，日本所有嘅咁嚟古蹟管理員來講嘅嗬，冇叫佢寫出嚟。冇叫佢寫出咯。因為管理修繕計劃係專業嘅問題。嚇。因為請嗰啲師傅，因為用文來講，老實講，冇叫佢寫出嚟，因為你係個專業嘅。哦，所以我咪到文化局講，你請信上過來，哦，你請佢來講薛勤薛老師。姚老師，我想請問一下，這個是排頭對吧？這個剪黏已經掉下來了。是。那這個東西，它，您看到我們接下來看這些照片好了，就是說，這個是您剛剛講的龜帶嘛，哈，它已經斷裂了，然後這個屋瓦都已經翹起來了。然後在這邊，我們看到這應該是溶出的這個水泥溶出的碳酸鈣嘛，好像有點像鐘乳石的感覺。那再來這個是我們剛剛看到這個卡榫的結構，這邊都鬆脫了，這邊是整個都鬆脫了。哇，這個我不知道來慈天宮拜拜或者是來參觀的遊客看到這個之後，會不會覺得突然覺得哇，好可怕，好像在危險建築裡面。老師，像這樣的東西，是不是只要拍照下來附圖？然後寫張公文給文化局，文化局就覺得說，如果廟方真的沒有人力的話，他就應該派員來協助。房子會出問題啊，屋頂是最經常出現的屋頂。那屋頂為什麼會出現狀況？也許有先天的不良條件，可能施工的時候施工品質是不是沒有很好，這是第一個狀況。第二可能是後天的狀況，後天是台灣的宿命，台灣有很多的颱風。有很多的地震或者呢，後來使用單位是不是有些顧慮不周到的地方，然後產生這樣的一個屋況，所以如果說這個屋況，我們現在不檢討怎麼造成的，我們就面對問題，這個問題要怎麼解決因為那天下雨的時候，我看過這個那個錄影。這麼大的風，對，它的錄影狀況是前後左右上下都漏雨，整間廟都在漏。對，所以這個狀況應該講起來是比較嚴重一點的也許是我們沒有
我们一般看到这个还蛮光鲜亮丽的，对啊，其实呢，它是有些内伤在里面的。我们今天就是面对问题，看用什么方法对症下药，对症下药，而且呢，实际上来讲的话，刻不容缓。刻不容缓，好，所以老师觉得说这件事情刻不容缓。啊，像我抢你苗凤诶，你人来提供是讲，你都可能苗了下变到安样型，我心肝头当痛么？那当然流失哈，叫做你本一天内马上做，不然呢2-3年以后哈，就我看到它会砸下来了。你讲起2-3年之后会转退了，会非常严重，非常严重。你昨天让你讲啊。真紧落水的时间啦，哈，4天用地北都会起炸的嘛。啊，不是啊，我们在拜拜的时候啊，那个用的东西啊，哈，这个下雨那个流下来哈，还是滴在桌上了，很严重。哦，连训作工作单位也会水。好，cái水係白當攝出來嘅，綠當流下來嘅。哎，好，剛剛用順頭該未睇過咧。廟再不修，一定砸下，100%會砸。因為怎樣，屋頂我上過。為什麼我要上這個屋頂？每年一定要上一趟。我看旁邊長樹哎。對，每年就是樹很多。因為就是你剛修好的時候那一段時間，家下唔會有樹啊。就加上總還是叫做93年，就在90年後，這條種記得按長啊好多冇9年3年就樹就來咧，就開始變，因為愛上去那樣地上面的瓦，我看到就是說做的法。有太粗糙，这应该是我们不要说搶修就，清彩做子，3年2年有流水有個漲，希望講我哋啲有關單位，來漲啲廟些隻，用個功夫插擺到師傅，東西講唔安全。走好的董大紀念是好，那我想請教一下我們文化部的文化資產局這邊，就是說，當然這個是縣級古蹟，是縣政府文化局在管。可是您在中央的這個單位來看，你又怎麼樣看待？就地方的這些，不管是管理人也好，或者說是主管單位也好，他們之間的這種出現了面對問題所出現了這些觀念上或做法上落差，怎麼辦？其實古蹟修它有一定的一個流程啊，那。所以2年的保固期是合理的，過了保固期之後就，照理講應該是5年，我不知道這邊什麼是2年。那主體的部分應該是5年。那另外就是說，我們古蹟修復有一定，比如說我們要求匠師，要求工地負責人，然後建築師也必須，建築師規劃設計、建造都必須要有資格。那這部分其實我們在古蹟修復的那個裡面都有規定。那徐一建建築師，他也算在我們修復古蹟也算比較有名的，辦的經驗也相當豐富的建築師。那我覺得品質方面，因為現在老實說我也不是專家，那時隔那麼久要去論說是不是當初施工是不是有問題，老實說我這一部分我沒有直接證據去證明啦哈。那其實沒有關係，那我剛剛其實我跟有科長在聊過，那基本上科長這邊會幫忙去針對一些申請書表哈，我這邊有帶了一份然後比較重要就是說可能要請那個專業的建築師，老實講寫這個還好，但是你怎麼去估它的價格，那必須可能要麻煩廟方或者是文化局這邊幫他們，就說看是不是找一個有經驗的建築師，針對這樣的一個損害狀況去評估大概經費需要多少錢，那只要他們這邊提出來，那我們都會按照我們的補助辦法來補助。那我們新竹縣文化局如果沒有錢，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就會來出手。我們都對，然後我們補助可以補助到70%啊，70%的這個。對。好。該文化局會積極來派建築師來協助你4天用兩片樓兩幾百樹下好來麼？冇按拖下去，因拖下該兩個阿伯講，將佢轉退去嘅。
事实上，就某种程度上面，管理维护计划的部分，妙方也提了5-6年，所以应该是可以写得出来这样的一个计划，只是说它的项目可以从它原来申请的项目改为漏水或者是防漏这样的一个项目。那1年处理1年，就是说那个处理的模式，事实上，我刚刚有提到一件事情，古迹修复工程跟修缮这2件事情是不太一样的哈。那简单的修复过程里面，其实事实上我们透过抓漏的部分，可以让这样的一个损害立刻，我刚刚讲恢复是立刻停止在这样的一个让它扩大的一个停损点，不要让它继续再漏。也许在某种抢救的机制过程里面，可能也许经费不需要太多，但是它有可能在短时间之内让它的漏水的现象可以止缓下来，让整个建筑结构能够不会扩大到那么的严重。贵建才流水，我问一下那个总干事哈，睇下文化部带了个计划书哈范本哈简本啊，你看过以后，目前呢苗凤的管理委员会有催调的关系，按样嘅计划书吗？这个计划书咧吼，老实讲，因唔系专业的。哦，你讲长期咧讲，计划嘅经费几多，总经费几多钱，你根本就算唔出。算唔出。系啊。哦，所以也有难题。你像咧流水，係嘛？你像一般嘅屋嘅流水，你係要足流，足要出。可是咧苗嘅流水，老實講，唔好講足流啦，係叫你爬上面等去，也冇叫我真係咁爬。哦，上屋頂啊，要加上屋頂啊，因為你而家為咗流水，每條嘅煙梯係2邊上，可是開不上10個咯嘢。哦，所以你係流水係度前面嘅東西啊，所以多年前我也有提出講，你流水咧，但是你建議落去嚴重。好，那我想請問一下日家哈，路廟嘅管理委員會可能也係重責嘅管理，哈，重責佢可能當熱心，對咱地方當有感情，可是到文化行政重要當輩，目前看出問題了嘛？人政府講，應該提計劃書上來，從府橋上研究，提上來還是很明快的處理了。苗鳳講，我真係冇兩能力，我唔係專業，我講寫工廠費佢都冇法度。兩者之間的落差，你嘅觀察，係建議係乜解？我是想講吼，你有可能講，像你要做按照古蹟的身份的嘛吼，文化局呀、文資總局呀、文化局那邊有可能開辦該種，比如講。文資學校做乜㗎？要我當然有按樣，你有古蹟身份的管理人，也係你嘅屋主，你做得來度，我是教你，你用半年來維護管理你自家嘅屋個，你嘅古蹟，你嘅木構造嘅建築呀，你嘅乜個形式嘅建築嘅時間，睇啲會遇到乜個問題，我可以給你教你一個日常管理的知識。這也係文化局做得做的事情。所有文化資產有文資身份的那個所有管理人或者是屋主，我政府可以提供這樣的一個行政上的一個協助嘛？那我除了是編經費的那個維護之外，我還可以教你說平常我應該怎麼樣做保養，怎樣去防漏。人力的培訓是錯的啦。好，你看下，你下全台灣的文化資產，嗱包括你赤田宮到地北都有幾多呢？好，古蹟有924處，哈，呀赤田宮也係哈。歷史建築呢有1391件安倒，紀念建築有3隻哈。聚落建築群有13隻，安倒等等。你係咪真緊有安倒嘅人力、安倒嘅專業嘅人士做得特殊嘅管理，按樣型嘅文化資產？大家對按樣文化資產，對你裝頭地位度，除了講用，但是要乜管理，與埋相反嘅，先看新聞記者嘅採訪。有嘅QA是冇辦法啦，像我當個 QA是冇辦法啦。一做對講啦，細聽嗌啦，安過咧就按做啲花歌啦，花。可能我較想較閒啊，像講我嗰個玻璃啊，你那當啊佢哋跟人工啊很當獎啊，咁我個玻璃嗰啲看到很獎啊，冇個按無數啲打看就唔緊係。
19年来啊，有个有两下加七啊，哦，希望讲继续来流传下来，哦，都顾及，哦，能叫本大家来看啊，哦，看讲点都按到嘢咩话，还按好啊样嘅啊，呀，所以讲目前来讲啊，就讲没流水都心态问题啦。比如说某间庙，它为了要定位，那个梁不能打掉，所以说固定那个梁固定好，那就大概花费了半年，然后慢慢修补，慢慢修补，修补的结果又发现说，哎，里面有问题了，那重新设计过，他们搞了好几年，到最后结果还是不伦不类。所以说，我认为说古迹修复值得参考。应该放门神，就要样做门神以前就要皮土、皮泥就要那个煮血叫杀坏，叫不给硬了落个皮，哦，像你啊哈个煮血也一难请杀坏很油，哦，像你啊采发地方呢。以前俺们采发的原料是矿物质的，哦，还是无褪色，哦，是安尼。然下矿物质的神木啊、色彩、粉的、磨的，然下就用油漆片啊，而夹好啊。台湾那个教育哈，地都就按照固质保存，安尼只考。啊，安尼啊内啦哈，所以你安尼考呢学生个呢，佢学到嘅时阵，佢最老佢学到嘅，咩从老师傅咁样学来啦哈，从老师傅咁样学落嘅老头白嘅咁技术，变好厉害嘅古家嘅维护当个，所以唔是手讲哈，冇师傅。台湾新闻让偏亲民嘅嗰都台湾艺术太好搞古迹维护嘅承办陈老师佢讲到，其实唔是说哦无盈利的账哈，但是看到的按到嘅古迹变历史建筑，有按到的人力去专业人力去管理嘛哈，像回到刚刚这个人力培训这个部分，我想请问一下姚老师，就说文化资产的所有权人，他必须要对文化资产有一定的素养跟认知，甚至因为他具有文资身份嘛，他受一些文资法的法律位阶保护，他跟公部门行政之间的这种行政的能力的这种培力，是不是都是必须要的？否则这么多的古迹和历史建筑，事实上让很多的这个所有权人都觉得很头痛，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好像他权益被限制住了，想修不敢修，漏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产生了很多的问题。我们先请老师回答这个部分。那在国内呢，像是我所了解的啊，大概2年前，台南市政府哈，他们有规定，你要出任行政区的区长啊，你要去成大去修相当的古迹保存的学分，你才有资格出任当地的区长。因为当然地方的民情不一样，因为台南是一个古都。然后，它很多的建筑都会碰触到古迹的议题啊。如果说我们将来也往这样发展，所有的基层的工人不局限在于文化局，所有的包括地方的里干事啊，他们是在第一线的，他们也可以是不是也可以在受训的时候也给他们这样的相当的训练。变成一个应该是一个全民的运动啊，大家获得一个共识啊，来怎么样维护，来怎么样保存，来怎么样修复古迹啊，我想这是可以将来往这方面推动的。刚才想个文化局，有可能我从线上讲的，本汉家都已经在特殊的文化局来管理也好，照顾也好，也都有老的历史建筑。其实新竹人竹堑城特别也要开发历史档旧的地方，也留下多的嗰种的文化建筑了古迹嘛哈。目前都有管理的人员了，也都有对应的，也都有古迹来讲历史建筑等等来讲，人力哪么？
应该不是只有新竹县政府文化局文资科的一个庞大的业务量，我想全国的文化资产科都在哇哇叫哈。那当然面对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一样陆力以赴，面对很认真的一本初衷的在面对我们县内所有的文化资产的这件事情。所以目前以目前我们县里面的一个能量，目前除了完成了20几处的古迹的修复工程之外，像目前了解顺体育建江阿信罗福哈，让了你的Peter 马迪利哈，也是客委会的支持之下，让我们整个工程在能够推动跟进行，包括像关西分驻所，我们新竹县关西分驻所，好，第1期已经完成，2期也在进行，已经在修复工程进行当中了哈。像这一张照片，事实上就是文资局在近年在补助我们的庄稼乙村的案子。那这个案子目前在整复阶段，那西部设计的部分我们也在积极在进行这个部分。那这整个屋瓦其实都已经不见了。哦，所以不是被你们拆掉，是本来是摸开嘞。本来是摸开嘞。好，那像这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县里面的历史建筑鲁国势力，在峨眉。好，它就是在复兴茶工厂旁边，这一个传统民居的正厅已经完全塌陷。这一个建筑物是我们去年文化资产审议委员会刚审议通过，也刚刚完成公告，全县唯一一个2层楼的传统民居竹东转桥的干屋。好，这个传统民居，我们大家看一下，它的左右烧间这2个地方完全已经塌掉了。那这栋建筑物，事实上当初甘家在地方上是一个非常具有声望的人，所以它的建筑的工法，包括彩绘、木作，其实都非常的精美。好，这也是我们在经过2次文资审议委员会，迫于某种程度上面来做一个把它。赶快做一个指定的动作，因为不指定的话，其实状况会很惨。当然，事情又强又冲又急又慢啊！哈，你真紧木当时冇睇嚟哈，可能你下急急嚟抢修。不过，睇下呢嘅何总监讲到嘛哈，客家委员会嘅浪漫推上线，也补出呢几只北部了只当好嘅历史嘅状态哈，前度嘅经费哈，像叫我信荣楼啦哈，像钟树堂啦哈，江氏家庙等等都有补助啊。我想强调下呢个有政府是讲，北部作为浪漫推上线单位也当重要客家庄，也有当到古迹密度最高一只状态啦哈，你都补出来到地方嘅时间。係用把錢來補助幾多，係補助幾多長，然後講長好之後就咧開放俾你嘅鄉親來鼓勵用做文化教育嘅創作，你就係乜嘅年紀嘛理由來補助咧幾多來長。因為政府嘅資源有限嘛，所以預算每天拉，所以的補助了到文化資產吼，所以。靠講地方嘅政府吼，該文化資產嘅主管嘅單位啊，文化局、文化處啊，吼，先來做該評估，看該優先順序哈，排出優先順序哈，是做得提出計劃到客委會來申請啊，哈。古蹟歷史建築的文化部該文資局記得哈，到讓客委會該補助計劃係冇強用嘅，記得主要係保存，所以可能苗有辦法有其他嘅管道做得申請。不過客委會嘅係客家文化生活環境營造吼，主要係唔單淨係保存吼，還有該再利用嘅部分。再利用係錯，所以你下該補助計劃係。全部係經過該地方政府來提出計劃來申請，所以冇辦法講直接到客委會來申請，肯係經過文化局。經過文化局係講，我最近簽到簽落嚟，那基本客委會有客委會群組來提出一點麼？因為廠時啊嚇，肯係經過你文化局，然後送到你嘅客委會要好。咁近邊呢，上當歡喜啦嚇，搶到你。用信榮樓嘅這個 Peter 哈，記得，你們江家後代的子孫在把江阿新洋樓買回來的時候，事實上，它也不具有文化資產的身份，它也就是一個很破舊或者說是亟待修復的一個洋樓。那現在你們是怎樣透過文化局得到客委會的一個
这个资助，然后来整修这个洋楼。这个洋楼刚刚还很重要，讲到说它其实是要做再利用的这个部分。把这个刚才主持人有介绍，这200公尺里面最少有5个国定古迹，一直不止哈。对。那我已经事前，因为我们不能只有修江阿新洋楼，是我回来的时候，我也有打算说整理这个我们的这个商圈。那这个事情没有完成，不过至少我希望说把它连线，因为我个人回来以后，虽然一边整理，我也接了差不多100团大大小小。那由这个100团的经验，我发现说很多人发生困难，就是那个我看完你江阿新洋楼，你能不能帮我约金广福？就变成没有一个平台。那我们经过顺便谢谢客委会跟文化局协助我们，刚刚您主持人问的说怎么样子争取，对我可以顺便提一下，这个争取呢真的是要用心就是说文化局因为要排队排很多人修理，那为什么要排到你江阿新洋楼？因为我们回来是先修房屋啦，我们以前江阿新住在横屋，我们自费修横屋，然后这个等着横屋就等于说是在等待要来修这个洋楼。那后来我们有诚心的跑文化局，跑这个客委会，后来他们感念说这第3代没有什么钱肯这样努力，全家有共识愿意把它变成古迹传承下去，所以他们也帮忙我们，后来才拿到这个客委会的补助。我希望把这个我叫做古迹轴线，是把它做成一个平台，所以我们已经跟金广福跟这个钟树堂那当然这个慈天宫也是在内了我们打算将来做一个连线，然后呢，我也有跟新竹县教育处，因为我现在有成立一个叫做江阿新教育基金会，就是要来做这个活动，所以我们希望中小学课外教学可以来这边学习，像杨教授讲的，从小来教育他古迹，所以课外教学不要去游乐场来玩来看这个。那我们希望这个把传承给下一代，谢谢。好。冇透過政府公部門來講，佢好處係乜嘢？佢有可能產生哪啲問題呢？我想先聽聽新聞記者鏡頭去了解一下。太天巡航並舉牌水桶，上百枚種阿人片加起來，苗栗南莊田尾運火宮，延至延長研究無獎無漏水。廟方是主線重建委員會講生活許可，但是前位文史工作者還有派的居民3萬去改建，決定改做用漿的。本來睇下講漏水就靠得去我哋做個事呢，睇下想法是很簡單啦。因為講而從啲鄉下呢，給我們正確的知識，也係一定重要冇睇下唔啲從頭嗰副開要當到好東西咩？唔啲，什麼需要 Q 嘅？慢慢睇咧。你還想啲講該種嘅真係真嘅先面留下嘅好東西。運火宮喺南莊開張體育建廟，到民國50年是掌口，但是因此連晚無經費，跟那些提出計劃，希望相關嘅政府單位來聽取。土人龍潭三康路街嘅運火宮本是無新牆歷史建築，即個目前來講，廟方同地方文史工作者經過幾下擺溝通，經過了後，我輩看起來較當然，但是保留部分嘅本來建築。比如講咧24號柱，韓國落來咧明治30年留下嘅咧厝嘅韓國咧太正13年嘅花鳥柱，韓國咧龍柱，咧二類。了就點樣保留？那我哋山川店當波咧彩子壽三仙本來記住兩片咧，兩面都係正面咧，咧大部分都會保留下來。因為會的人不多，所以他們就是那幾個老師傅在做而已。到中那個沿海宮，這前建陽藝術嘅師傅來裝飾屋頂，唔單止費時好工。廟方估算比起直接起口經費係5倍較高。一方面也要保留這個傳統的建築工法，讓下一代知道說原來以前的建築是這樣的建築方式。
中台军复军同中立人海军人质法上任期确实目到前，国家每本文字法限制，所以自家起考，如几多艺术家确实保留了改，就要看庙方的态度。颠倒来看，南中天美军复军人质地方无那之年，跟那些梦政府来探索。其实前一步啦哈，就苗栗的土份，甲下山里街头的侵入的贡堂哈，也是镇定历史古迹嘛哈，历史建筑，本甲记得后头子孙吼，是来热体嘞哈，将怪属于热体嘞哈，所以苗栗县政府文化管理局没讲哈，文管局也讲。我们其实也是有限的人力，要管辖苗栗县内众多的历史建筑啊，所以真的是力有未逮，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就到历史建筑来讲，老建筑的人，伊可能想讲，行政府了文资了条路呢，可能比较容易蒙错哈，只是讲东宫中被国家认定的古迹或历史建筑，但是要走文资这条路，常常会有很多权益受到限制，甚至说在修缮的时候，譬如说。刚刚也有访问到，就说光是那个大梁要定位，可能就挂在那边半年。那所以我想请教我们文化资产局这边，就是说，台湾有这么多文化资产，那有些我们刚刚看到，有些它就是不走文资的这个部分，就是完全靠所有权人他自己的看法和态度。那当然，我们希望它如果能够被认证，然后有一个比较规范去做的话，也许可以比较修旧如旧，留下某个时代的这历史记忆。可是不可否认，他们也认为说文资对他们有很多的限制，所以他们宁愿放弃这个部分。那您怎么样看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或者说您又怎样呼吁说这些所有权人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老建筑，怎么样去爱护它？古迹修护、历史建筑修护不只是私有财产有问题，公营部门也是哈。那其实那个科长可能也知道，比如说国产署或者是其他的公有的部门，他们甚至被指定登录器，因为我们大概文化局大概都会说，公有的。大概都会比较积极去把它指定登录，然后私人的可能会考量到所有权人的意愿呐。那第三方行政法人是不是就可以变成说，我可以将来成立一个信托的基金，去协议架构的时候，可以有个公正第三方，来做这样一个积极的东西。对，这是未来你们想要，就是说，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为台湾留下更多文化资产。就是像主持人所讲的，这是我们部长的一个目标，然后他应该是明年就会去推这样一个政策，就是成立第三方法人，就像刚刚主持人所讲的，未来希望如果说有碰到比较紧急的事故的时候，那透过这样的行政法人，他可以先去比如说跟所有权人协调，然后甚至比如有必要的话去征收或者是去架构之类的哈。那这一部分配套这个譬如说文化信托基金类似像这样的配套，是不是要同步来进行？对，就他会跟行政法人同步来。那目前我们已经有委托专业团队在帮我们做那个相关的配套的一个研究，我们希望明年就会有一个初步的草案能够提出来，然后送立法院来审议。那这是部长比较急的。那至于刚刚提到文资局变成文资署，这个可能是之后啦，就是说可能就比较。经费还有人力，然后甚至比如说面对到这些私有文化资产值得保存的时候，那可能第三方的这样的一个组织的成立，可能比我们升格为属来的更重要。那这是部长的一个政策的。今比你冲俩，你会看到讲，其实地方嘅文化行政单位都重要啊，文化行政单位可能在量能上面都有点心有余力不足，因为要管辖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哦，而且我们可以知道说，其实到去年的文资法大修法以后，这年走一走文法自然的提报所以文资提报大量的暴增，所以他们的业务也都大量的增加，所以可预见的未来数目字可能会飙升。古迹到历史建筑的所有权人、管理人也会飙升，所以用办新提醒了到提供的文化行政能力，提醒了到文化资产的所有权人的能力也非常非常重要。而且艺人都会有一些这个观察，你觉得说怎么样在整体这个量能上面的提升，从民间到私人这边可以来做比较好的一个部分？
各县市政府的文化局的文化资产科这个单子是越来越大了。那可能像科长刚才之前的讲的，大家都其实每一个承办大家都哇哇叫。因为这个不断的修法、开放的关系，促使这个业务量的一直在提升。所以其实说像台北市或者是屏东县，他们就有在另外成立一个科，或者是由科来升格为所。直接去准备来面对这个庞大的业务量那甚至是台中市跟台南市，甚至还另外成立了一个文资中心所以这其实就是一直在显示说我们国人真的越来越有这个观念那也的确有这个需求。业务量的需求，抢救我们的历史记忆，好像已经是个世界趋势，所以这个部分相应有些县市已经开始在这个部分增加人力。是，好。所以这个也是在这边就是在呼吁各个县市政府也赶紧的大胆的去编制，准备去扩编。你会建议新竹县政府这样做吗？是。那可是新竹县政府文化局回答，有可能我们文法 Q 人力为了扩编吗？从屏东啊，从其他地方来变成一个比较台的编制来走好你新竹俩安岛的历史建筑文化古迹的保存。当然是希望人数就要增加，但是当天有当天的考量，但是试下系冇人数的时节，当然系想办法请专业的团队来提升你系目前嘅情况，唔免单单系新竹县政府好像就其他的文化局都系一定会有很密切的协力团队、专业团队。但像听话该嘅相信讲文化资产学院咧，然后都有古迹啦、历史建筑啦、纪念建筑啊、聚落建筑群啊，都会所有牵引啊、管理因啊、使用单位因，佢咧上课之后，我对文化资产有基本的概念，我老公部门嘅行政单位自己我哋共用把迄个陈述咧共同维护。那这样的一个文化资产学院，其实那个是一个国家的高度。那这部分其实县政府非常感谢文资局每年都有补助一个小分区的辅导团队给县政府来做一个文资仿制的协力，协助我们去关心每一个文资点，甚至有开办文资相关的课程，邀请所有全县的文化资产的管理人一起来上一些课程，包括防灾的，包括日常管理维护，包括一些法规的部分，我们都几乎都有在开课。每年都有开吗？有开课。好，来，我问一下我们江总干事，你有上，叫公文老因讲做是上课吗？你有上过吗？我们的管理员我们需要的其实很简单。最基本的，我们的那种日常管理的那种，怎么去保养我们的古迹？不是讲到动态，你讲防火防灾了，老实讲，佛山我现在走体育啦，所以日常讲，比如你摸要把伊维护，你石条要把伊保存，你对你讲啦，讲。最基本的，用完洗，用完清哈。因为我是看过係cái台海觀音天，觀音天，也係古蹟，係基本古蹟嘛。但是佢用高壓噴霧去設計嘅跟嚟木柱，古蹟咪用高壓噴霧去設，我自己嚇到。為什麼？因為冇解觀呀。cái彩绘去衝啊，是冇得去咧。那爐去爐。两个人清醒看，人家清醒，谁了要吃好这样啊？但是对我来讲，老的东西就经常你薄啊，所以你文化局然后起码都有上课，你也要来观念，还要听感谢些这样文化局。古家来讲，历史建筑，像种种的地方，可能因理唔啦，可能地方上嘅管理人员，有的地方嘅管理人员，佢可能观念没当好，细绕的搞肉来铺分呢。我想最后我们请这姚老师来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面对这样子，不管是中央到地方，我们看到说有心无力哈，或者说这个心有余而力不足，力有未逮这个部分，那确实古迹只会越来越老。它只是越来越需要我们去关心它、维护它。它其实也不等我们，它哪一天真的就是撑不下去，它倒下来了，它也不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一个老宝贝？我们从地方到中央或民间，可以怎样共同来协力面对这些老宝贝？这就是我们台湾这块土地上最珍贵的文化资产和我们的根本。
这个问题我想，要做的就是对于古迹价值的大家取得一个共识很多人认为这些老旧建筑物是一个进步，一个都市进步的绊脚石欲除之而后快尤其在都会地区商业利益挂帅的情形下，古迹是很弱势的这是一个事实。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最近几年来，我们的政府部门修法来讲的话，对于这个弱势的古迹投入了越多的资源，包括经费、包括人力、包括行政位阶的提升或者大众媒体，包括我们村民大会，大家慢慢注重这个议题，我们把这些问题呈现出来让大家来共同来凝聚共识看看这些东西是不是很有价值，是不是很值得保护，让我们花出更多的心力、更多的时间来保护这些。我想乐观来期待的话不管是公部门也好或者民众也好，我们都看到一些正面提升的一个方向。谢谢。好，谢谢。嗰本大家看一摆了哈，池田宫，伊拉排头了大概前年落下来咧，伊个了龟带部分断脱咧，了往牙翘起来咧，了枫木奶变做涌出来以后，变做像钟乳石一样形一样的情况，再来系了翘起来嘅。卡榫的木结构，因为可能是使用不当，然后承重超过负重的额度，所以你看，然后老开来咧松脱了韩国流水流到非常严重，而你的出生样样跑到水底北度，很很你观音样了，你观音菩萨，韩国妈祖。韩国三观台地、移民等等，也到人哋池田宫地北度，佢哋非常嘅受力讲，嗱你也池田宫会立下来，佢哋很想去保护你台爱提起嘅向性，但是台爱提起嘅向性，你嘅民间到政府到地方到重让，无论合肥来讲文化部，就話因為心來維護咧文化資產嘛，像今比從池田宮嘅理由咧，看到當到呢度文化行政當輩。不足嘅地方，韓國民間希望政府用乜嘢來做，佢哋也希望咧提出了部分嘅熱心嚇，像大家向前來了解來認識。下週禮拜請持續收聽村民大會，等共同關心台灣人的土地，希望大家按支持。新峰，謝謝，謝謝。